但国内欠医护人员的情形是哪来哪严重，而且除了欠人，这急诊的医生哪来哪济货，无心人来接手，这嘛是真严重的问题。即阵家己中间病院，就因为神经内科医生无够，有一寡时段已经无法度收脑中风的患者。卫福部就强调讲，因是一直有咧改善急诊的工作环境，健保急付已经是6月过对发落。台湾医疗环境继续恶化，唔但护理师无法离治疗，就连医师也拢离开职场。根据台湾急诊医学会统计，今年通过急诊专科医师考试的人数也无到100位，也毋过有过今年会入职的急诊医师会超过100位。专家表示，其实更加大的原因是急诊医师也阁面临高龄老化问题。你休不到假，你工时非常长，你没有办法准时下班，你得到的钱其实也没有，甚至没有到外面的其他诊所或医美的行业做得多。急诊的拥塞，那病床的这个降载，让急诊科的医师的这个压力跟风险是在升高的，而导致年轻人可能在这个情况下不愿意选择以急诊专科医师作为他职业的一个优先性的一个选择。那急诊当前医疗也在红顶社群媒体流传一条家己登记病院的信息，内容提到各大病院神经内科医师人力不足，脑中风医疗崩坏。暗时10点到加长港早起7点，将无受理85岁以上也是治疗效果无明显的转诊，收未到引起议论。主要也是我们嘉义长庚医院的医师希望说，其他医院可能有面临一些急重症的医师的缺人的一个状况，那希望他们能做有效的一个转诊。在健保的给付方面，我们都已经前一阵子在5月1号有投入40几亿，那将会在6月以后就会开始来发放。卫福部强调，一直在改善急诊环境，目前有3大做法，包括病院妥善调配病床、科学整合合作、分期分流落实。健保基金已经在今年5月起，过到第40多亿，6月以后就会开始发放，希望增加合理待遇，留住急诊人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